继续是有关这个金华城的弊案，廉政署透早以证人的身份来约谈到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。台北地检署负责来侦办这个案件的检察官，随后嘛到廉政署，是不是嘛是要去甲陈培琪门口经历？地检署并无证实。郭文泰做市长时阵的新北蔡碧如，昨嘛互约谈。郭翠安伫律师的陪同下，行入廉政署，郭文泰的太太陈培琪透早各方约谈。夫人今天来作证吗？记者在问拢无应。伫陈培琪告伊了后，北检负责侦办金华城案件的检察官向中志随出现伫廉政署。检察官专工来，敢是为着要了解陈培琪的金流问题，北检无证实。但有民众有看到陈培琪甲黄珊珊去到一间出名的律师事务所咨询，这间律师事务所专办反洗钱等等的经济犯罪。陈培琪出现伫廉政署的时，边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事务所的律师。他所收到的到 ATM 去存款金流来源，他如果没有说清楚、讲明白，我认为他被列为被告的几率非常的高。昨郭文泰做市长的时，伊的新北蔡碧如嘛被约谈。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进前就讲，蔡碧如捌写过2条啊，替金华城的真证人要求拜会，更加讲蔡碧如捌甲朱阿虎密切的联络。昨天蔡碧如被约谈，也是针对手谕的问题，但蔡碧如她的回复也不否认有手谕的事情，事实足以证明我当时候提出来的东西。内容绝对是真实，而且是蔡碧如有收到朱雅虎的内容。检方甲廉政署继续伫追查，范围慢慢啊缩小，已经到郭文泰身躯边上亲近的人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